至尊至圣、耶和华阮的上帝，你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永远伫地。阮每将圣经读过的故事，阮就看到上帝你的作为。你伫历史中，你嘛伫阮今仔日个礼拜，伫将来你也永远来掌管。阮恳求主你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互阮会通明白上帝你奥妙的作为，也通过圣神的帮助，互阮通明白。上帝，你通历史的故事以及圣经的真理，来教示阮做人的智慧。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伫今仔日个礼拜，无论是雅各的故事，无论是保罗伊内心迄种的焦虑甲挣扎，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既然有人伫内心有即种的看路，有即种的张力的人，求天父上帝你赏赐阮圣神的开力。主你来到阮的生活中，你对阮讲话，你甲阮做伴，主你带路。阮要伫将今仔日个礼拜，阮所有的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神，互阮所吟的诗歌，会当成做一个荣耀你的名，也成做人心中安慰甲激励的歌词。求天父上帝，今仔日带领敬拜赞美阮的兄弟姊妹，因会当伫今仔日的敬拜时间，用敬拜来归荣光互你。主要甲阮今仔聚会同工同在，互今仔所宣读的圣经，句句融入人的心，也互人得到开力。愿将今仔日个敬拜所有侍奉的同工，包括司琴，愿恳求天父上帝，互阮也通伫主你的面前做一场互主你欢喜的侍奉的工。求天父上帝，你也通过这个侍奉，互阮会当得到开力。愿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我给所有圣名，阿门。
主日三甲主日伫遮来敬拜主。约翰福音第14章第60安尼讲，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甲生命，若是照着主，无人会当到爸遐去。主知咱的念头，咱的心思意念，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主耶稣引带咱伫人生的道路。咱做伙来唱这首《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感谢主。主伫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你的恩典够我用》。不管心意几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
做伙下头来祈祷。听阮主耶稣，阮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满满的稳定伫阮的生命中。主，你知阮的念头，阮的心思意念，你认捌阮，自阮伫个老母的腹肚内，你就知阮。感谢主，你引带阮每一个人伫阮的生命中，互阮有够个稳定，因为你知阮是软弱，阮是软正的。当阮伫个阮无够个的时阵，感谢主，你赏赐互阮有够个的气力，行头前的道路。恳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生命中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的引带，一生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顶。阮伫遮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用祈祷的心来唱这首《我们呼求》。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睁着的肢体，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从所的恶行，
你，阿爸父，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请走啊！伫耶和华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所在有宽宁甲欢喜。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宽宁荣光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伊的面前，着用圣洁的状态敬拜耶和华。
即时来吟圣诗第9首，至权的主做我的光，请起立吟全首。请咱做伙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小子投胎来，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中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客死来做好因母。第3日对世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为仔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通过教会，圣道相通，做下辈，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3到6启应，启应文13篇，诗篇51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罪过，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就是得罪你那定。你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就是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的。
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膝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求你予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罪通你，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多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的姊妹大声吟诗学你的名。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我的嘴就要报你有你的名声。因为你无爱正面，若爱我就要献。小姐，你若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罪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看见伊。圣诗260首。我心困活是阮宝座，请坐在吟泉首。
咱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的听甲恩典，互阮组织来敬拜亲近你。而且，阮为着过去一礼拜的所讲、所行、所做，有得罪你的，求你怜悯赦免，求主保护洗清阮的罪，互阮用清气的心来亲近你。主啊，阮要为着身体欠安、心神软者、心内忧闷、失志的兄姐来向你求讨，求你伸出大宽容的手来安慰、医治、扶持。主，你有应允讲，劳苦背重担，通来就近你。你要互因得到安息。主，阮要牵条你的应允，抓条你的祝福，因为阮知你是阮随时的帮衬，是阮唯一的倚靠，是活命的源头。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求。学乐，请圣歌队。我
恭敬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创世纪32章22节到30节。伊面是起来，带伊两个某、两个女婢，甲11个囝，拢过雅博的渡头。大生互因过溪，凡所有的也互因过，只有剩雅各家己伫地。有一人来甲伊相宴，到天不光，迄人看袂赢伊，就献雅各的大腿骨。相宴的时，雅各的大腿骨抓着。迄人讲：天要光啦，就放我去。雅各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毋放你去。迄人讲：你名做啥物？伊讲：我名做雅各。迄人讲：你的名无要搁叫雅各，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到较赢。雅各问伊讲：请将你的名甲我讲。迄人应讲：弥赛问我的名，就伫遐甲伊祝福。雅各名迄所在叫便以利。因为讲，我当头对面见着上帝，我的性命永远得到保全。再看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7章21节到24节。罗马人书第7章21节到24节。安尼，我得知有一个法，就是当我爱行好的时，歹甲我伫地，因为我照内心是欢喜上帝的律法。若是我看百体中有别个法，甲我心志的法相交战，掠我来降服百体内罪恶的法。可啊！我的罪人是谁？要救我脱出即个至到死的体啊！刚得天人交战，请字幕书。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真欢喜，今仔日有真侪人客真侪出外地的兄弟姊妹来甲咱做，倒来甲咱做礼拜。愿天父上帝的恩典，甲咱适合伫地。今仔日个故事是真特别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叫做雅各，后来伊的名叫改变做以色列。这个人一生中间有一个真大，今仔日个故事的特质，就是讲，主你若无甲我祝福，我就无要离开你。我需要用这句话鼓励兄弟姊妹，伫咱人生中间，真最有福气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态度，就是选择。主啊，我要掠掉你，因为你是我的倚靠。今仔咱中间有两个家庭，一个是曼红姐妹的家庭，一个就是玉翠姐妹的家庭。因拢是最近上帝带因，特别因的亲人、至亲的亲人，进入上帝恩典的施恩宝座。愿上帝纪念恁的家族，对恁开始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今仔日个故事真宝贝，真重要。这是3000几年前以色列人因的祖先的故事。这个人原本未堪得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为伊是第二后生。以色列人只有大囝才会当继承伊的家族的名。但是雅各是第二后生，但是伫以色列的历史中间，伊是头一个。伊的名写伫伊的族谱，不但赢过伊的哥哥以扫，伊的名叫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咱若无认真读段圣经，无认真去了解，咱毋知影圣经竟然遮尔宝贝。原本未堪得名放伫族谱的雅各，后来赢过伊的哥哥，其中必有缘故。所以兄弟姊妹，咱信主就是要爱明白迄个缘故到底是甚么。伫咱要听即个故事，伫咱要思考即个故事之前，我要邀请咱做伙祈祷。求天父上帝，互咱听会了解，听会明白，咱伫咱的一生中间掠掉一个祝福。咱做伙来祈祷。万军中的上帝，你早伫的，今日伫的，将来也永远伫地。
你是无共款的民族，犹太人因的祖先的上帝，你嘛是阮今仔日坐伫礼拜堂内底大大小小兄弟姊妹的上帝。主啊，你有应允，一个人若得救，全家就要得救。主求你帮助阮，阮亲像阿伯来喊，阮嘛亲像雅各，掠条上帝你的应允，伫你的听的内底，阮做礼拜的时，求主你施阮祝福，将你的恩典填满阮的生命，互阮生命每一个空间，拢互上帝你的慈爱充满。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甲阮三甲之地，阮将阮的人生中间所拄着的艰难，就是今仔这个故事来仰望你。使使阮中间有人伫人生中间有拄着即种的天人交战，就是内心的征战、困难、看路、惊吓。主求你甲阮三甲之地，互阮的心内会当得到安静，阮的心有平安。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对阮讲话，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无久之前有一届，甲一群基督徒咧做伙聊天，其中有一个真爱读圣经的年长的基督徒，伊问我一个问题，伊讲牧师，雅各是啥物人？伊开讲甲上帝车跋饼。今仔故事就是讲雅各与上帝摔跤啦。圣经并无真明安尼讲雅各甲上帝摔跤，但是这个基督徒真心重。因为对头到尾创世纪32章，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若有时间倒去，莫讲有时间，咱若倒去，咱对32章对头甲读到尾，你家己当作咧拍电影共款，将迄个故事的经文甲剧情放伫你的脑海中间，你重新甲这个故事读过一摆，这个人的一生要成做咱信仰的祝福。原来伫主的面前，当这个兄弟问我讲。雅各较有可能赢过上帝，人是啥物人？佮敢甲上帝相演、摔跤、车跋饼，伊竟然佮赢过上帝。牧师，即句话要安怎解释？我实在坦白甲咱讲，我并无古早并无真深去读即个整个即句话要安怎解释。但是我心内就问伊一句话讲：雅各敢真正有赢过上帝？伊讲吼对，雅各。虽然赢，但是伊其实是输。为什么？因为车跋饼的时候，伊改成甲上帝蓝条条、短条条，就是到落尾，上帝敢若手安尼甲对伊大腿骨安尼，甲伸一下安尼尔，伊对呾以后变摆骹的。所以这个故事互咱真侪的启示。犹太人几啊千年来拢咧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若毋是雅各讲互伊子孙听，世间就无这个故事。因为伊伫极惊遐黑暗的暗暝，一个天使，也是讲一个人，也是讲上帝来暗示来就近伊。为什么？其中必有缘故。因为这个上帝要甲伊祝福，这个上帝要改变伊的生命，上帝要带伊见天光。伫黑暗暝的中间，上帝亲自来到伊惊遐的心内，上帝要带伊看见明仔的日出。兄弟姊妹，这是一个英文的故事，伊真丰富，伊嘛真困难了解。犹太人安怎咧讲这个故事？伊讲伫暗暝，伫雅博的渡口，就是迄条河叫做亚伯河啦，雅博河。这条河是对东到西，因为伊最后流入犹太人上出名迄条叫做约旦河。这个雅博河是对东到西，所以呢对北边要落南，对南边要上北。拢爱过溪，这条溪毋是真深，但是这条溪真重要。伫这个所在，伊要过这个河是有一个故事甲原因，但是牧师会小可讲到这个故事，伊知影讲明仔载无好过，因为明仔载讲楚师傅要见公婆，因为伊甲伊的哥哥冤家，伊抢夺了伊的哥哥这个上帝祝福的名分，大囝的名分，伊翻头。出外逃命，然后几十年后要重新倒到伊的故乡的时，明仔载就要搁再甲伊的哥哥相见面。伊派出去的罗卜去甲伊的哥哥回信咧，甲伊讲恁弟弟倒来，伊要甲你回信咧。这个罗卜倒来了，甲伊讲，你的哥哥带400个人骑骆驼骑马冲过来到底是啥物意思？明仔载是好过歹过，所以这个人。伫半暝来甲伊相演，犹太人的故事讲，这个人
其实就是以扫。这个人就是以扫的天使，因为犹太人相信每一个人出世来到这个世间，上帝拢赏赐伊一个背后帮助的一个天使。所以犹太人有这种观念，就是讲上帝互人来到这生命的时候，上帝赏赐一个保护者。因为伫旧约较少讲上帝圣神就是咱的保卫师，但是犹太人相信讲，每一个人出世，上帝就赏赐伊，等于认上帝做天父的时候，上帝就差遣一个天使做伊的守护神。所以犹太人咧解释讲，这个人来甲上帝、甲雅各相应，伊的故事其实就是咧讲，以扫来甲伊的小弟安那算清楚，讲好清楚。过去你安怎，我今仔安怎？所以这个人来甲雅各相应，这故事是真的也假？那既然圣经讲的一定是真的，但是这个人伊代表什么呢？原咱会当伫这个故事中间，这个人一定是伫稳重伫雅各内底心内，几啊十年，伊心中感觉真抱歉，伊心内感觉真失落，伊心内感觉真有歹势，以前我骗我的哥哥，今仔日我要面对我的哥哥，这个人会对我安怎？所以这个人该相应。那伫古早的灵修，甲伊讲上帝天使来保护，来甲雅各做伙面对面送清楚，这条线算好清楚，伫遐相应。但是咱嘛会当讲，这就是人内心的罪恶感，人内心的焦虑。人内面有带着一个人，这个人真有拉扯，所以今仔日咱将两段圣经放做伙，一个是雅各的故事，一个是这个保罗的故事。伫新约甲旧约，拢咧讲起人内心有一种的，咱咧讲的天人交战。天人交战就是讲伫我的内面有两种的力量，左手右手，亲像要甲我拆分开去。我互因掠掉的时候，我心内毋知要怎样。所以今仔日个天人交战是。毋是咧讲雅各，是咧讲咱世间人。伫咱的人生中间，有可能拄着即种的，咱毋知要行即边，行即边，有一个力量甲咱救，咱感觉心内足艰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即个故事顶悬，咱静静听。伊讲，当伊对北部对伊阿舅的祖厝，其实伊阿舅就是住伫今仔日的叙利亚，伫黎巴嫩搁较北边叙利亚迄个所在。因为迄个所在，伊的祖先阿伯拉罕过去对伊拉克移民修生成伫叙利亚住一段时间，然后才对叙利亚往南走到上帝要祝福伊的所在，叫做迦南地。所以伊去投靠伊的阿舅，因为伊阿舅甲伊的迄个阿伯拉罕，伊阿公分开的时阵，因留伫迄个所在无落难。所以伊妈妈就甲讲：你去找你的阿舅好啊。但是经过几十年了后，寄人篱下总是无爽快，所以后来伊决定要回家，所以就对伊阿舅的厝，带伊的太太，带伊的囡仔，带伊所伫20年内底所做工所得到遐牛甲油，一大阵就落难，想要倒来故乡，落叶归根。上帝予伊来到这个所在，叫做亚伯河。亚伯河是一条，拄则牧师甲咱讲，伊是对东到西最后流入这个约旦河的一条河。伊讲来到北边这个河的北边的时阵，有一个所在叫做马哈念，迄个所在本地无名，因为是伫咧溪边尔。但是伊伫迄个所在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有天使带一阵军兵来找伊。伊甲迄个所在号做马哈念的意思，就是讲我单独一个军队，我单独一个民族，我几百个我行行顺顺路步，阮做出来，阮是一队。上帝差派天使搁另外一队，所以我今仔开始变做两队，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迄个地名伊甲号迄个名叫做马哈念。马哈念就是即个雅伯河的河边的北边。伊知影。这个故事的描写，就是咧描写到雅各的奸鬼。雅各是一个真高拍派，咱讲斤斤计较的人呐。伊真高拍派代志，
真够安排，真够思考。伊知影讲明仔载要拄着大家相见面，有当时会歹看面，所以伊就七摆用礼物要收买伊个哥哥，消气安尼。你看这个人，伊到年老还阁是这种的气质啊。所以是一个忠于心中一个真够计较真够要掠条家己权益的一个人。这个人的个性真适合伫21世纪的所有的世间人做思考，因为21世纪的世间人拄有这种的个性，就是我的权益我有主张的，对不？今仔日敢是世间人教囡仔拢讲，这是你的权利，你会当主张，你会使甲伊告，你会当甲伊安怎？所以今仔日这个时代，咱更加当知影讲，上帝甲伊改名，毋是无道理。因为伊的名叫做雅各，雅各原本的意思就是掠着后骹筋，攫取啦，就是讲该我的，我永远无放手，我死嘛要甲掠掉。这个故事对伊出世，因为伊是双生啊，伊个哥哥以扫。听讲三部的记载，以色列的族谱安记载讲，伊出世的时阵对伊哥哥的后骹筋出来，但是看到两个仔连续出来，雅各的手是掠着伊哥哥的后骹筋呐，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互伊的名叫做掠条，表明伊一世人的个性。故事有水无？兄弟姊妹，咱毋是干那听着故事，咱听着咱家己内心有另外一个雅各，在咱的人生嘛有一条河叫做雅博河。所以今仔圣经的故事中间有一个牧师，伊足出名，叫做 Walter Brueggemann。这个人是一个圣经学者，我真爱读伊的册，因为伊咧解说圣经，笔锋带有感情。伊所写的圣经的解说，充满真侪剧情真侪这个感情真侪解说。伊讲这是一个危险的暗暝，上帝是一个拦路虎。你捌听过拦路虎这个名无？就是讲，你行路的时阵，忽然有一个作凶的人甲你砸伫头前，就袂使讲上帝作凶。这个上帝来甲伊招引。这个故事，布鲁格曼伊咧讲起，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条关口，叫做雅博河。今仔读这段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咱伫人生中间，敢有伫你人生有一个关口真歹过？伊讲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亚伯的渡口。咱来跨越鸿沟，咱来勇敢向前行，咱来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向前行的时候，你的人生才会当遇到明天的曙光。这个解释有水吗？在咱人生中间，拢有一种关口，是咱单独行袂过。在咱单独行的时候，咱心内心头有惊吓，因为我们不知明天将如何，但唔知明仔载安怎。所以，这个雅博河对伊来讲，今日圣经讲，伊暗时起来，徛伫雅博河的渡口，开始这点，我无写，因为故事的重点有真侪剧情，但是无需要佮讲落去安那。当伊互伊的太太，当互伊的囡仔，当互伊的萝卜，当互伊的所有拢行过，叫因出头前，若有人写钱伊个哥若写迄个受气的钱，甲写出来，伊的太太甲伊的囡仔生气，做头阵，敢是安尼？咱解说个足歹势，但是伊讲，当伊的太太甲伊的囡仔甲这萝卜牛羊，拢总过了这个渡口的时阵，剩伊一个人，伊无马上过迄个渡口，伊还阁徛伫遐，因为伊要做最后一个人。伊讲伫个暗暝，有一个人来甲伊相见面。达到尾的时阵，这个圣经伊照雅各伊家己解说，就是讲，这个人是一个天使，伊甲我相应。恁若阁读落迄个经文，这个24节、26节、28节，阁读落去。伊讲，这个人就是一个天使，伊甲我相应，伊互我掠条条，到最后伊用要袂喘气，伊甲我伸一个，甲我大腿弄，甲我伸一个，然后我内底筋就断去，踹断去，踹离开。对伊迄阵开始，伊真做摆开的人。兄弟姊妹，这是人，还是天使，还是上帝？若是犹太人，因的老师叫做拉比，伊咧解说讲，其实这个故事咧，甲因的子孙讲，这个雅各内心有真侪的征战。伫伊内面有一个人，迄个人就是伊感觉要来甲伊讨笑的哥哥以扫。因为伊得罪了伊的哥哥，
伊知影伊是用奸巧的方式，所以今仔要见面的时阵无平安。所以一个人徛伫迄个所在，有一个人甲伊相应。这个故事的重点讲，有一个人来甲伊相应，直到天光。只要天不光，天不光就是讲黎明啦，日头伫要出来，开始渐渐光，渐渐光，天渐渐光。这个故事讲了非常的水，所以这个故事咧讲起人伫人生中间，拢有可能拄着咱的心灵的黑暗面，暗甲看袂到任何的光，日头、日时的光嘛无看，月亮的光嘛无看。人的人生的暗淡，心中的惊吓，伫这个时刻，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所以伫迄个所在，伊家己号一个名叫做马哈念，意思就是讲，上帝找伊的天使来陪伴我。我家己有我的能力，我有家己的实力，但是上帝互正手甲倒手做伙，毋是干安尼尔。上帝甲伊讲，你要改名。你要搁再叫做雅各，你要改名叫做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真丰富，但是真简单的解说就是上帝赢。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虽然无写出来讲上帝赢，伊赢了上帝。你甲天使相应，你甲上帝相应，你拢赢。但是上帝甲伊讲你无赢，因为你要叫做以色列，这个意思就是上帝赢。不但是安尼，后来子子孙孙伫犹太人子子孙孙，因甲国家号做以色列国，什么意思？上帝要为着我征战，上帝要为着咱征战。所以真正后来伊摆卡，但是上帝互伊赢，赢了好好，赢了迄个心中的快乐。上帝医治伊，上帝透帮伊，上帝互伊伫黑暗面中间，甲上帝面对面。所以伊醒起，毋是醒起来。当伊这个故事结束，天光了后，伊甲迄个所在号一个名。少年的时阵要离开故乡到伯特利，迄个名无叫做伯特利。但是当伊要往北去找伊阿舅的时阵，伫迄个暗时做迄个梦，雅各的天梯，恁会记无？创世纪28章，伊伫迄个所在，甲迄个所在号一个名叫做伯特利。伊讲这是上帝天的门，上帝真正伫遮。伊阁甲即个亚伯和渡口，甲号一个名，叫做比努以勒 （Penuel）。以勒是啥物意思？以勒就是犹太人咧叫上帝的名，英语甲伊只有两个字 ：E-L，L，L 就是神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比努以勒伫白话字的圣经、台语的圣经，甲伊翻做便以利；伫和合本的圣经，甲伊翻做比努以勒。比努以勒较接近原文的音，叫做 Penuel， 但是 Pen 这个 Pen 比努这个，就是上帝的面啦，上帝的面。所以当伊看到上帝的面了后，伊的生命改变。当伊看到上帝的面了后，伊才知讲，其实伊无赢。所以这个沃特布鲁克曼这个神学家伊讲，雅各表面上看是赢，但是伊是输。伊就算做是输，但是伊嘛是赢。上帝好像就是输，但是上帝得到一个悔改的人，上帝得到一个新的人，用新的生命、新的名行天光。我阁讲一解，今仔我要甲咱讲两个圣经的信息。第二个信息就是用新的名行黎明，用新的名、用新的活命来迎接天亮。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爱做这个祈祷，讲主啊，为着明仔载，你改变我的生命。我要用一个新的名，用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态度来面对我的将来。阿们吗？所以兄弟姊妹，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咱拢是新的命运、新的人、新的开始。求天父上帝，咱每一摆做礼拜，日日换新，每一礼拜换新，主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心。你若世事亲像雅各，捌伫暗暝困袂去，心头真沉重，劳苦袂当担。今仔日咱的思维长老有安尼来祈祷讲，当阮劳苦袂当担的心，上帝互伊感动。即句话是为咱祈祷，伊嘛知影咱的心头，雅各就是安尼。伊伫即个雅博的渡口的时阵，心中坎坷不安，因为
明仔载毋知会怎样。愿天要上帝帮助咱，当咱若伫即种黑暗面的时阵，学雅各。雅各伫即个32章的中间最重段，就是伊还未开始做安排之前，伊有一句祈祷，伊讲：上帝啊，我是什么人？迄是伊内心重要的祈祷。赢过所有这故事的剧情，后来伊有祈祷了后，伊用人的智慧甲人的方法做安排。上帝的帮助甲人的安排，有时看起来皆无共款。就亲像今仔日雅各伊有祈祷，但是伊有按照家己的心意、甲家己的方法去做安排。那呢，伊祈祷上帝敢会认账？上帝有关认账。虽然伊有用伊的方法，但是上帝照伊的方法，佮加添予伊。求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中间，咱向上帝祈祷。熬计较的人无一定较快乐，恁敢有同意？熬计较的人无一定较赢，先走的人无一定赢。最后冲过那条线的那个才是赢呐！牧师捌甲恁讲过，我的大查某囝足可爱，伊国小第一届运动会，我去参加伊运动会，冲，第一名呢！我做爸爸人偌欢喜偌得意，我走去总店遐，要甲伊照相，伊看到爸爸要甲伊照相，伊就徛起，耶！后壁人拢冲过啊！兄弟姊妹，先走无一定赢。我不是在笑阮查某囝，我喜欢有这种天真的直觉的反应。兄弟姊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会通好好利用上帝给咱智慧。熬精心计算计较的人，不是唔对，但是爱安那，动机要好，不要牺牲别人，不要占人便宜。熬精心计较的人，安排的人是对的。因为迄原本就是上帝圣性予咱的，上帝圣性予咱有策略的能力，予咱有造就的能力，予咱有聪明有智慧。兄弟姊妹，这是圣性的，但是爱动机爱对，爱用对的方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日亲像，所以后来的何西阿咧写雅各的故事、创世纪的故事、摩西五经的时候，何西阿先知又写伫伊12章内底。伊讲，伫迄个暗暝要来临之前，雅各为着明仔载紧张、烦恼甲流目屎。伊讲，伊流目屎伫迄个所在祈祷什么人？祈祷迄个在伯特利他所遇见的上帝。伯特利他所遇见的是第20章创世纪，就是雅各伫暗时做梦，上帝对天顶落来，伊看到这个异象，伊甲迄个所在讲，这就是上帝的圣殿，这就是上帝天的门。所以伫这个所在，我看过我的老爸的上帝、阿公的上帝。当我若烦头平安对外地搁倒来故乡的时阵，我要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所以伊已经倒来，伊到雅博河的时阵，伊跪落来祈祷，甲这个20几年前伊所拄到的上帝，伊甲伊恳求讲：我离开故乡的时阵，手才举一支拐仔，双手空空，一箍溜溜。但是我翻头20几年，对我阿舅的厝倒来时阵，我有遮尔多的财产，我有遮尔多的老婆，这毋是我，是你想死我的。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会当亲像这个故事，来讲究咱的人生，讲究咱的思想，立约甲上帝讲：上帝若毋是你，我什么都毋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靠上帝比靠较近。较重要，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咱讲话。那安尼今仔日圣经要甲咱讲什么话？这两段圣经拢来讲起人内心有一个人，人内心有一个人，有一个征战，有一个焦虑，有一个安那不安。迄个人甲我咧摔跤，无论是雅各，无论是保罗，伊讲我心中有两个力量，两个律。我所爱好，我无去做；我所不爱歹，我无法度拒绝。苦。真辛苦，苦啊！我会做人。兄弟姊妹，你捌有拄到这种情景无？灵修的老师讲，基督徒无做歹代志会分钱。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当基督徒若做唔对的代志时，暗时咧困吼，嘛会心不安，伊心内会知影讲，我讲唔对话，我做唔对代志，伊会心不安。
基督徒无做糊涂事的本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这两段故事拢对咱讲话，互咱伫伊的面前，每一摆咱拄着暗暝，咱带着上帝的平安困去，伫梦中愿天父上帝来到咱的梦中。伊毋是甲咱相应，伊毋是一个忽然出现的一个武林高手，伊嘛毋是一个忽然出现的一个真怀怀爸爸的人，毋是。这个上帝亲像老母，伫咱梦中出现，甲咱抱、甲咱笑、甲咱讲话。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亲像雅各，看见咱的梦，听见咱的话。所以第二段的圣经咧讲起保罗，伊讲得到知影我的内心有一个法。我知影一个事实啊，就是讲我所爱行好的时阵，有一种无好的念头歹，甲我三角地带。照我内心，照我内心这个字翻译，其实有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讲，伫我内面有一个人，伊拢会甲我唱反调，也是讲伊会甲我苛刻。这个人有时会甲我讲，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做了，你会有麻烦。迄是啥物人？迄是上帝圣神。所以后来咱慢慢读圣经，咱才知影讲，原来上帝圣神伫咱的内面，好亲像一个人共款，伊会甲咱讲话，伊会互咱有直觉，伊会互咱第六感，伊会互咱有一寡想法。亲爱的兄弟姊妹，伊会互咱明白上帝看做好的事。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甲咱三合地顶。伊讲，我看百体中有一个律法，意思就是讲人的肉体情欲有另外一种的力量。伊搁看我的心思意念，我的心智的法。伊讲到人的内面有两种的力量，一种就是欲望的力量，一种就是思想的意志的力量。伊讲，这两个力量伫我的生命中间，咱的摔跤、小演、三交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若每一摆有一种两难的时刻，咱下手祈祷，下伫你的心头祈祷，你甲上帝讲，请你来帮助我，请你来帮助我。当你的想法若甲使你无正确的答案，你感觉毋知要往东往西的时，你会当下手祈祷讲，主求你将你的光放伫我的心内，互我有正确的思想。这毋是宗教仪式。但是这是一个祈祷的动作，求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个礼拜，主甲咱透开。上帝差遣这个人，上帝差遣以色的天使，上帝伫梦中互以色升甲雅各见面，咱会当安尼读这段圣经。伊讲靠啊，我的罪人，伫伊内心开始有满腹的苦楚，伫伊个所在开始，伊一个人甲一个人咧对话。伊伫梦中，毋是梦中，即个雅各亚伯渡口即个故事是实实在在异象，毋是伫梦中看到。所以当伊甲即个人做伙时，伊甲即个人相应有真多的交谈，迄个相应就代表对话，代表交谈。但是上帝最后，上帝将迄个大腿骨给摕掉是啥物意思？将伊心头那一个结啦，迄个结，心头迄个结啦，上帝给伊摕掉。互伊轻松，肉体虽然破病，但是心灵得到救恩。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这段圣经的中间，每一个人你若读到你的感动，你就该迄个上指迄个感动，即句话你甲讲，上帝即句话我有看见，我阿门。你有啥物感动？你看到迄句话，你甲指点，你讲上帝讲，上帝照即句话求你引导我。读圣经是安尼读。你若读到一个感动，你甲讲上帝，即句话感动我。我相信咱多数的人拢会记得迄句话，就是讲，你若无我祝福，我无要离开，互你离开。这叫做聊英文的雅讲，伊死嘛不吃亏。这种人，原咱毋是迄个死嘛不怕吃亏，是讲我任何时刻我拢知，我有意识到，人千算万算不达天一话。求天父上帝帮咱，咱今仔日个礼拜，上帝来到咱的人生，对咱讲话，透帮咱，伊就该说，伊讲这个人看，改成雅各伊手相按，用要袂喘气啊，这个人就甲雅各拍拍伊的大腿，
哦，咱知影摔跤，伊若拍地板，就代表讲啊，我输你甲我放开啊！啊，但即个人竟然甲扇雅各的大腿骨，小演的是雅各的大腿骨拽着意思亲像咱的韧带啊啦，拽转去。主帮助咱伫今仔日改变咱的体质，改变咱的命，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伫咱的中间。兄弟姊妹，今日要离开礼拜堂进前，伸出你的双手，静静坐伫礼拜堂，万只甲人开讲，万只要急着来去吃爱餐，哦，你当想要离开进前，你甲上帝祷告，上帝，我为着我明仔载，甲你讨一项礼物，因为你捌甲我讲，你为着听你的人准备一个礼物，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是想象袂到，好得无比的祝福。兄弟姊妹，今仔这个礼拜会记你甲上帝讨，主为着我明仔载天光，为着明仔载天光的事，上帝你赏赐我一个新的名，新的态度。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所以这个人甲伊问讲，你的名叫做什么？伊讲我叫做雅各。拄则牧师解释讲，雅各这个名的意思代表什么？掠条条，攫取，意思就是讲，该是我的利益，我绝对唔放手。但是上帝甲伊讲安那，你无要搁叫做雅各，因为你要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的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上帝赢。关于意思，另外一个意思较浅白意思是上帝做首位，上帝伫你的心头顶悬坐伫迄个上重要的大位，上帝伫你的大位顶悬，伊主张你应该有的主张。兄弟姊妹，你愿意让上帝将这个名放伫你的人生吗？你愿意让这个名叫做你的名吗？咱毋是犹太人，咱嘛毋是以色列人，咱较信伊迄个别的民族的历史，毋是。这个人是比咱较有福气，较早听着福音，上帝较早恩，但是上帝福音的是为着要福音，将这种的祝福传到世间万国万族。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甲咱讲两项：第一，找着你的亚伯渡口。啊，每一个人拢有你家己的单独迄个关口、时间。咱毋知咱的人生中间这个关口什么时阵会到。但兄弟姊妹，伫你拄着人生上艰难、上重担、上该看路无无明、乌云打来，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亚伯渡口。亚伯渡口是代表人甲上帝见面神圣的所在。亚伯渡口的意思就是人要甲上帝面对面，所以该号一个名叫做比努以勒，便以利。咱每一个人拢应该有一个甲上帝见面神圣的所在，这是第一个祈祷。今仔日第一个信息，兄弟姊妹，你的亚伯渡口伫什么所在？为着你的人生将来拍派，为着你人生将来计划，为着你的人生将来计较，还是为着你的人生将来归来祈祷？上帝找伊的天使来甲你面对面，毋是小演，透开咱甲上帝拉扯，你赢我赢，你赢我赢。上帝最后若甲咱放手咧，足出名的神学家，有几下的神学家拢安尼讲，伫最后世间地狱内底毋是地狱，就是迄个死因有故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伊会晓伫甲上帝讲，上帝愿你的旨意伫正，愿你的旨意伫正。搁另外一种是上帝看破骹手，啊，这箍吼，死都袂改变。啊，我千言万语甲伊苦劝，听都毋听，啊，互伊去啊！圣经讲，就任凭他。伫圣经中间旧约新约拢有讲到，一种人得罪上帝，圣神苦劝袂听，上帝就任凭他们。咱毋是迄种人，咱是头前第一解讲迄个。上帝，愿你的旨意伫正，愿你的国临到，伫我的生命中间，亲像伫天灵。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对咱讲话，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暗暝，勇敢向前行，主帮助咱。伫咱心中有艰难有征战，毋免惊，哦，因为伊代表你伫真侪思想伫欲望的顶悬征战，伊嘛代表咱要得到头棒，上帝要甲咱摸咱的大腿骨，哈，大腿骨，求天父上帝帮助。上帝永远袂输，吼！雅各赢，
看起来那样，但是圣经讲，伊实在是输。犹太人是安尼咧读因祖先的故事，伊讲我的祖先雅各无赢，因为上帝甲伊宣布讲，你的名要叫做以色列，意思就是最后裁判吹哨，什么人赢？裁判决定。上帝讲你要改做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上帝赢过一切，上帝做主。吼，拄则我甲恁解说讲亚伯杜克，雅各甲伊号名叫做比努以勒，伊的意思就是上帝的面啊 ，Pen El Penuel 这个字就是 Pen 就是面啊。所以犹太人真知影讲，上帝来用伊的面来光照你，上帝来用伊欢喜的面看你，迄是代表什么？代表至大无比尊贵的祝福。上帝来用伊的面看咱的时阵，是一个恩宠，是一个老母咧看囡仔怀抱中的囡仔，迄种的慈爱。求天父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嘛赏赐咱，咱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的比努以勒、亚伯杜克。第二，今仔日的礼拜，我要鼓励兄弟姊妹，甲上帝讨一个新的名。咱伫人生中间，伫啥物所在跋倒，伫啥物所在爬起来，伫啥物所在跋倒，伫啥物所在拄着上帝。雅各虽然对迄个人开始，伊会行行顺顺，无搁食迄种动物的迄个后骹筋啊，就是即个典故啦。因为因纪念祖先雅各迄条筋叫上帝带转去、伸转去，所以后来咧食因无食迄个骹裤的筋即种的物件。所以伊带着一个伤痕，但是伊用新的名、新的稳定向前行。这是牧师第二个伫今仔日邀请咱的祈祷。第二，伫你人生明仔载将来，永远存一个愿望。明仔载黑暗暝若过，天就光；黑暗暝若过，就要天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用新的名迎接明天的到来。历劫归来，余悸犹存。雅各伫咧暗暝伫亚伯杜克，其实真正是余悸犹存啊。但是当伊天光，兄弟姊妹，恁倒去读33章，竟然伊的哥哥来，毋是要甲伊算账，一路落刀跳落来了后，就甲伊揽咧，回来就好了，免很计较，免遐尼客气。伊送一批一批一批，好，伊足够算。一批羊，一批驴，一批啥货安尼，一批一批，佫爱安排讲，这批毋通甲迄批男做伙，所以一份礼物、2份礼物、3份礼物，你看这个人外高做生意啦，这个人来伫今仔日一定是大企业家，但是余悸犹存，历劫归来，上帝拆除伊无应该有的部分，上帝赏赐伊稳定的新的命，做礼拜就是提醒咱。咱有一个名，不是片名，不是绰号。咱有一个共同的名，叫做基督徒。兄弟姊妹，知无？咱有一个共同的名，叫做基督徒。所以德堂教会兄弟姊妹，咱有一个共同的名，叫做德堂教会的基督徒。咱的厝面头会看到，咱每一个人，因的印象的建立，拢对咱开始。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代替了以撒。上帝来甲雅各相恩的意思就是，上帝先拄着雅各，上帝先用伊的力量，用伊的神，用伊的最方法，讨放雅各心中的焦虑跟歉疚。圣经讲医治啦，圣经内底有类似的故事。彼得看到各位主耶稣300个讲啥物？你有听我也无？你会记无？其实甲上帝相拄。就是一种的医治生命、讨放的改变的开始。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这个所在就是你的便以利，便以利。比努以勒的意思就是讲，我甲上帝面对面，兄弟姊妹。伊讲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啥？讲我其实昨暗我就爱死啊啦，因为犹太人早讲，当伊若看到上帝面，就是伊死亡的时刻。犹太人真正有这种的想法。昨暗我本地应该死伫战场顶悬，小恩我会当活落来，其实毋是我搞，是上帝留我的活命。凡主讲互咱听，兄弟姊妹，
我知影今仔日的故事太济物件，我嘛真烦恼。我所讲的，毋是真正下伫圣经内底，伊真正的意思。因为太久以前的故事，今仔要讲的清楚，无简单。愿圣神甲恁三合伫地，互恁伫恁的人生的夜幕渡口，你伫你的心头讲，主，这个所在就是便宜你，愿你的国临到，伫我的心，亲像伫天日。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将你的话留予世间人，你阁用圣神来对阮解说，祝福阮伫你的面前，阮会当领受你所赏赐阮今仔日的祝福。阮伫今仔日听古早的故事，阮伫今仔日又阁要甲上帝你同坐倒，来领受主耶稣所赏赐活命的圣餐。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礼典，互阮会通来到你施恩座前，来领受主你所立的信约。阮来恳求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诵诗218首。主我的救恩来给你的面，对接受物件来甲主相亲。
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伊的教会兄弟姊妹陪参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见仔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见仔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受困我，我要互你得到安息。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下，我就要进入伊，甲伊三甲邻者，伊也要甲我三甲邻者。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所说的圣餐所讲的话。照保罗的记载，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又提饼祝谢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照着你的教示，阮设立这个圣餐，这是你的交代。我们通过这个圣餐，甲你相见面，就亲像雅各见着上帝。主求你，互阮甲你面对面。主耶稣，求你来到这个圣礼典的内底，主你去今仔日的圣餐亲自来主持，你亲自用你受定的手掰破、拍破这个饼，将这个饼传互阮，互阮对主你的手中来领受活命的真饼，是天的美娘。主求你甲阮三角伫地，也圣别所填满的圣餐的杯，互阮担着这个杯，阮的生命会当得到祝福。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钉死伫十字架顶悬，成做伊的身躯甲活命。咱来请宗圣长老甲这个书记长老来捧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亲爱的姊妹，咱用感谢做祈祷，咱感谢主耶稣，伊设立圣餐。咱虽然看不到伊，但是每一摆领圣餐的时阵，就是邀请主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咱来到上帝施恩座前，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为着我死伫十字架顶悬，我愿意为着你来活。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为着我死伫十字架顶悬，我要为你来活。主安虽然未看得，主安虽然未看得，你竟然遮尔听阮，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安感谢你，主恳求你施恩赐福，互阮伫主你所设立的圣餐中间，甲主你同坐倒。你甲阮白色活命的恩赦，互阮的杯满出来。主安感谢你。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
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同齐用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你着用安尼来纪念我。来请总正长老、周吉长老、甲帮管长老来旁杯。即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主耶稣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要感谢你。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你甲我所立的约。主耶稣，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你甲我所立的约。你为我死，我要为你来活。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代表主耶稣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啊，这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杯？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用安尼来纪念伊。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咱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甲来祈祷。阮专心感谢全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圣餐，成做阮灵魂的食物，搁互阮通过圣礼典，通体会明白珍惜主耶稣完全无保留的疼，互阮伫十字架顶悬，甲主耶稣基督成做一体，成做你祝福的信徒，是你天国的后裔。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当阮伫你面前谦卑祈祷的时，互阮会通将阮家己献做活祭，摆伫你的面前，扶持阮、纪念阮、接纳阮，互阮会当持守圣洁的生活，通伫这个世间荣耀你的名。阮安尼恳求，上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准备来奉献。
大家真济。今咱要行平安的进前，牧师特别要介绍甲欢迎几个人的家族。第一个家族我要欢迎就是詹雪珍姊妹的家庭吼，伊的查某囝甲伊的孙仔吼，迄个曾玉翠姐妹伫咱中间吼，咱欢迎因来做礼拜。请坐。这两位是因的家族中间首先信主的，上先就是这个詹阿嬷的查某孙吼，伊大后生的，我若无记听唔对，应该大后生的查某囝吼，伊因的家族第一个信主，第二个就是这个曾玉翠姐妹，伊信主5年，伫北部西里信主。上帝真奇妙，伊互通过亲人的即种的听，即个阿嬷伫拜五伫二林基督教病院领受洗礼吼，咱就欢喜即个家庭将上帝甲耶稣福音传互伊的妈妈，伊的妈妈一个93岁阿嬷伫澳洲足清楚，我问伊讲你敢要做上帝查某囝？伊讲袂，足正式。因的家族甲伊打扮得很优雅就水的安尼，伫迄个所在，因的家族做伙陪伴即个阿嬷。虽然即个家族也未全部信主牧师要甲恁对心中感觉讲，恁为妈妈所做的即种的福音的工作，是一个真宝贝的工作。上帝祝福恁的家族即个家族对咱教会来讲嘛，是一个真应该咱大放伫咱的心内一个故事。那以后若有机会，再请两个家族来讲即种的信仰的故事我若无听唔对，应该即个曾姐妹的哥哥应该是较早的慈航宫的总干事爸爸这个较无简单所以阿嬷的先生是慈航宫的前的总干事对咱来讲，咱无摆脱任何宗教，甲咱诚做救恩的伙伴但是上帝真奇妙，这毋是咱教会为因做啥，是上帝伊家己就做即种的祝福上帝互即个，互恁将来伫恁的家族中间做真好的福音的使者将即个听传互恁的亲人个另外一个就是咱伫咱中间即个曼红姐妹即个姊妹真特别，嘛是伊的查某囝甲伊即个亚萍亚慧恁。甲即个福音传互妈妈即个曼红姐妹其实甲伊的先生已经拢有洗礼因住伫应该要去宏远遐二林，我宏远的所在因伫即个双连教会的帮站的内底即个洗礼个圣别礼拜上帝真奇妙常常拢好出外得着福音的囝儿孙，将即种祝福带互的家族真伫主的内底欢迎恁两个家庭，恁两位也愿上帝将即个对天灵来祝福，互曼红姐妹到永永远远互你会当倒吃甘蔗，你的人生会愈来愈甘甜上帝甲你三甲伫地。咱中间嘛有一个人客毋是人客，咱家己的兄弟上明兄伊对台中倒来做礼拜足久高松明兄弟爱甲伊的囝甲伊的太太佮伊的丈母伊的丈母上明兄是一个真优秀的咱的兄弟这是一个缘分啦伊谁若无伫台中洗礼，是因为伊爱叫伊丈温牧师温牧师你叫伊丈嘛温良志牧师娘牧师娘的姐姐的后生是因为这种缘故，所以因专工对台中来洗礼上明海太太应该是民族路教会咧服侍甲咱真欢喜因今仔带伊的囡仔倒来做礼拜佮有一个人客是姓崩崩兄弟是台南友爱教会台南友爱教会夫妇因夫妇伫咱中间甲咱做礼拜，咱欢迎因请坐。今仔日咱修圣餐伫网络顶悬嘛有咱的云端的兄弟姊妹伫云端甲咱做修圣餐有人拢真伫讲咱教会每一摆修圣餐拢甲我们讲牧师
后礼拜敢是圣餐，因就家己准备捧准备葡萄汁因为因无方便来到咱中间无方便去教会所以上帝纪念咱伫这个主耶稣的厅内底，无互空间会束缚咱做用这个时光来互相祝福，做咱的祈祷，愿主的厅到永永远远，耶稣听咱。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因为救你，耶稣永远。咱同心来祈祷，主你的听，何等的甘甜；主你的听，何等的宝贝；主你的听是极大丰盛活命的本源。主求你用你的听丰富阮每一位，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阮认知到是我的事，你的听亲像活水江河，就灌压伫阮的残痕，互阮的生命松松软软，互阮的心神得到活。愿恳求天父上帝纪念阮出外的青年伫外地读册的囡仔，求天父上帝保守因伫上帝你的慈爱中间，互因出入平安。主你保守因的心神，互因的灵魂伫主你的保守中间得胜，搁再得胜。主嘛恳求天父上帝照顾阮中间的时代年长的兄弟姊妹，主你保守因。互因伫年长的年日中间，每一天拢有上帝你所想事的稳定。主啊，直到永永远远。主，阮的时代人是阮心中的宝贝。阮细汉的时阵，因的温情，互阮长大。今仔日，阮恳求天父上帝纪念阮年长的长辈，互因每一日拢充满尊严，互因每一日拢充满上帝你所想事安稳自在。主啊，也互每一个伫网络顶悬甲阮做礼拜阮的兄弟姊妹，求天父上帝互因亲自伫你施恩祝福的手来领受主你的恩惠，做阮做因及时的帮助。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咱真欢喜，对原领甲依婷伊嘛对北部都来做礼拜咱真欢喜因都来做礼拜。那咱请生日的兄弟来头前，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生日快乐！咱做来祈祷。主生日对阮来讲是一个真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对阮的母胎，阮妈妈的母胎，阮出世，对迄个时阵开始，阮有活命，主你享受阮一生成长的过程。所以每一届生日的时，是阮来到你座前献上阮的感恩的时刻。主每一届阮来到你是阮座前，是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也将阮生命的杯往你捧起的神圣的时刻，主求你用油抹伫阮的头壳顶，互每一个阮所听的兄弟姊妹，因伫因的一生中间会通因为敬畏上帝，主你将逐样的好、逐样的宝贝，拢赏赐无保留，赏赐互因。主啊，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照顾书记长老照顾启恩，照顾秀珠姐，照顾施恩施云，照顾维平。
照顾蔡明龙，嘛照顾庄有许。主啊，你互因伫生日的祈祷中间，亲自对你领受，因心中对你所交托、所仰望、所求讨。主，阮上加阮力上加力。主，你互因伫过来1年365日，用敬畏上帝你的态度来过因的生活。主，你互因的生命发光，主，互因的生命喜乐，互因的生命无论到什么所在，就亲像发光的日出，也亲像唱歌的空中的飞鸟同款。主，互因喜乐的声会当传到逐所在。主，就互因过来每一天直到后厝生日，搁在三见面做为祈祷，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祈祷我个耶稣的性命，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来报告。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 8点伫教堂，查经班拜6早起9点，甲暗时7点30伫线上。圣光服侍，下礼拜师会请坊间长老领诗刘玉成弟兄、苏琴、陈美秀执事、苏贤交代、刘医生、詹如恒2位执事、爱参、郭一玲执事。新安讲读经表，咱照这顺序来领受。集体交通第一，本主日彰化中会青年纪念主日，请为青年事工代祷奉献。第二，主日爱参后有定期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三，8月16日今年度野外礼拜，将参访北部宣教历史景点、淡江中学甲宣教史望园，聆听北部宣教的故事，请尽早报名，以利安排车辆。第四，请为以下的兄弟生日来代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然后错误搭过去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心身欠安的庄人子以及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代祷；第三，为结婚的青年婚姻代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刘义民、林义轩、刘玉君、陈恩金代祷。以上，来吟上吟511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接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